台湾到两位。啊，不要，不要洗菜，不要啊，等一下，不要洗菜。后面今日单词吼，是叫小法，从那个数学能力，是个体育班。当然，体育班为了是，咱的知识中会让充实得力的良心，得力的良心，咱大家拢唔知免相信，咱大家拢会去相信着物质的良心。这个物质的良心，咱知影，大家用书来讲，伊第一是手机，伊不就读功夫。咱大家知影，每个人发大以后啦，一定的啦，但是拢无了，咱大部去学道理，咱会非常的愚笨，愚就是讲愚笨，咱无地位，所以呢，明明叫做天赋班。叫做充实了咱自信跟能力，咱人生伫这个世间，这么样无意义，就是咱有一项的经验，咱有项的信任能力。所以既然有项的信任能力，当然因为咱个叫做重心的这个能力，所以咱都知影，这个同志，比国小。高中，对高中读高中，对高中读到大学，对大学读到硕士，对硕士读到博士，对博士读到技术工，博士。但是咱知影，像这个世界观，对世界观，但是随着世界观，你把手摕了后，你能做落来，对你心情的动摇。所以现在吼，咱这个社会性的犯罪，地位的犯罪啦，是安那？因为这大家足聪明，足巧，足聪明足巧，学到足巧，学到足聪明，咱唔去学，拢是学人学。所以咧，连好咧，就叫做学习，叫做学业。咱咧学业啊，学学业、学业、学业，这个必选性。咱有听的，咱学规矩，咱有地位无啦吼。而咱的学校课本，无一本课本是了迄种地位。咱过去我做囡仔时阵，我读国小的时阵，有一本书叫做叫做公民道德，公民义务。这个公民，咱的公民需要啥？所以国小的时阵，我这本书。但是到高中、初中的时阵，有读一本中国文化基本调查，中国文化基本的教材。中国基本的教材里面，拥有民族主义，这叫做中国文化教材。所以我这人，以这个社会，会当低视别人，虽然讲。人的流离，家家有孝。咱人语咱家家有好。即摆咱的中国，而且业内内底当中，咱上无公平义的，国小咱是无公平义道这本书，嘛无高中的时候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本书。所以，23年、50年、50年过了后，咱有咧教咱的。咱有咧教咱的流行，咱有教咱的做法，但是即摆来当中呢，因为过来，因为这很像，或者学者之前，即种了读到啥叛逆，讲了是啦吼，因为咱讲，因为这人是拢学这业，伊若去到信任的之前，相信这个国家，这个社会，因为信任就是教咱的地位。信任就是教咱的良心，信任就是教咱的良心。所以即摆道德良心已经有去啊，这本书会读，对咧读，我就知。但是因为这台湾大陆已经同时利
毛传统的当中，这个文化叫做这个西方文化大革命。所谓咱的中国的这个高经典、德高经典、咱儒高经典，所有的经典都对得了。所以，因协会60年说法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保护中国的文化教育，所以这个斗争到今天无，囝到后面，老爸到囝，某到翁到某，到来到连家庭到拢到今天，因为伊无做这个决定，伊是规矩道歉，我这个事情，我是12年去讲物件。我是，因为电视拍的，我看是我看是，以前的爸爸以前好咯，但是伊这个因当时对阮来讲，迄阵趁钱是诚少，一个月是300块、500块、600块、1000块银票，若有1000块银票，就创啥？当时爸爸为着囝要读书，因为无钱要读书，因为伊是一个公务人员。去甲关一个小钱啊吼，这个小钱啊，以公务人员做出来代志，应该是对的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因为伊囝知影因爸爸去为着伊那个摕这钱，就是叫伊囝去60岁，竟然因囝去甲公安来问，阮老爸而且食头路，阮老爸就是这个贪污，公安才来关。我连阮头连老爸去关，但是规整个人拢咧甲李世民啊，李世民你爸爸今日安怎？伊肯定有难，然后要爱变清楚，但是伊又不得已去摕这钱来自己，因为你知影你讲报道公安来关，所以呢，中国央视、中国国家电视台这个央视、中央电视台。中央电视台当场啊报出来，叫做大义灭亲，大义灭亲，甲这个囡仔甲表扬，甲这个囡仔，这个特点，虽然伊是离开，伊是虽然这些人对，但是在贡献，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好的优势，因为以前在这，你不在这。你的爸爸去读一条小钱，你会去讲咱的警察局，我老爸去读书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讲的，我不是讲你的读，我是讲你读。因为阿爸去讲，我老爸去读，我袂使去读书，我袂嘛，啊，袂使读书了，所以讲起来，我不是叫你爱去读，我就是文化，特定文化，你安怎家有好处，安怎家有好处，你安人有礼貌，其实。对我来讲，大近60年来当中，文化拢无去，你会知影，国家的经济叫做正卡，国家的文化叫做文卡，有正卡无二卡，二卡无有正卡叫做歹卡，安尼听无？所以呢，经济甲文化安尼个两福尊两大尊啊。但是因为对我来讲，因发现伊经济起来了后，因开始推动，因习近平习主席。积极的推动什么呀？推动国学文化，我青蛙你来国学文化，让政府开始这个推动咱台湾里面，咱台湾你看理解所以咱的囡仔去较好，都无这个情况。咱的囡仔去较好，拢行业，我看电脑啦，看电视啦，网络啦，拢比网络的那个5月大街啦，有视频叫咱看啦。而且明天你还会你来思想什么时候？慢慢的话，你老爸怎样？就是你来，你囝用不会老样，你做老爸啊，都3次事。我这个囝是大师，我这个囝是老师，我这个囝是师，我这个囝是老师。基本考试没有关，事实没有关，基本考试没有关系。所以叫做智慧型的犯罪，不用的现在的缓急一德。咱台湾它是土地来源当中，咱的文化，咱的文化，所以呢，同时来讲，天哪哩，这个天堂，咱台湾的文化一定当年，一定是文化嘛，缓急一德，也
是那个那个小那个查出来听，要多少钱方案放码头，那么放点息，要多少钱方案放在不对。哎，咱哋叫你咱家庭里面轮人，你那边家庭轮人，你做老别做老，为了情况下你来情况，你无去想的，为什么呢？家里轮人，如果你就变成个家庭家里的时间长的情况，这个所在，这是就特别高。那个用心地位的造出来的话，那个红烧先的无地位的造不出来，那个红烧先的低，那个红烧先低的，那个这些代志，你这是个我都不了。啊，那个囡仔发生代志了，啊知我囡仔知安尼做，啊知安尼做，你知不该啊？所以我建议我们各位今年来讲，你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把你的囝。家己的囝、家己的媳妇、家己的孙，只要你国家做，因为咱讲，这个叫做道场，道场的菩萨稳大所在，因为你以前沟通，这个正能量，这个能量加强，因那目前人咱听到平台，现在咱听道场，也心最起码3%，听到平台，听到道场，最起码也心。但是咱建议，拢袂用心，袂用方法去把咱的这个做出来，咱袂呀，写得讲，因为我哋叫做太桥啦，我哋说到太桥边啊，这是事实。因为咱讲，因为外口一个风格关系，伊要来一个所在去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你为了这囝，为了你的孙子来将来，你要想方法来看出来，这是大人现在有定的情况。如果你今天，那讲讲，我来请你啦，请你在无闲空去上班的，放不接受，那你这是大人方法对不对？虽然有歹叫，虽然有歹带动，但是歹带动你带动的是那是你的，歹带动叫变歹是别人的，按照意思说，所以我们建议，咱来靠这个语言，能咱的家庭，给咱家有味道，咱好的生活。大家都有味道，好都有关系。那按照咱建议，以这个道德文化培育咱的家庭，咱的家庭能够规定对方快乐日子，这那是真正的好。因为这个关系，大家这个没错。以前最后，叫我们各位大家休息一会，心里点动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中华民国1806年8月13日，定的儿爱上单位体育班完成。向吴起老母行3级公礼，前到1级躬，再鞠躬，3级躬，感谢前人1级躬，感谢点燃师慈悲1级躬，感谢讲师1级躬。坤道1级躬，再鞠躬，3级躬，感谢前人1级躬，感谢点燃师慈悲1级躬，感谢讲师1级躬。